大家剛落嚟三城嘅中親、寶眷朋友，多謝你哋今晚，我好榮幸喺呢度同大家講兩句説話。今日300多位親朋戚友濟濟一堂喺呢度一齊為三一公所嘅成慶祝。三一公所今年係第16年啦，眨下眼佢哋一路成長喺我哋本地嘅僑社，亦都特別係有一批所謂年青力壯、欣欣向榮嘅效果。我喺呢度代表中華公所對佢哋對僑社嘅貢獻、合作團結，緊喺呢度多謝佢哋。最後，我代表中華公所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。祝佢哋來自紐約幾位係旅途愉快，非常感謝你哋嘅光臨。多謝。